各位觀眾，快！今日極速帶大家睇溫東勁筍嘅獨立屋，前有草地，後有現金流，仲要有3個車位。起行啊！哇，飯廳客廳四正，採光靚到可以慳翻電費啊！空間大到你跳廣場舞都得啊！樓上3個房間，2個廁所，啲房空間超大，又有靚景，舒服到咧，晚晚發夢都笑醒啊！轉頭入廚房，開放式嘅設計，名牌家電齊晒，煮餐飯都即刻 feel 到自己係大廚啊！廚房對住落地玻璃，行出大露台，仲有蓋遮頭，落雨都唔怕。嘆杯茶，飲杯酒，花攤外或者一班朋友仔嚟 barbecue， 人生就係咁超噶啦！喂，未完啊！重頭戲嚟啦！春樂下層呢度係獨立嘅出租單位，3房2廁獨立廚房，洗衣乾衣機完全可以做大業主啊！租客見到即刻話：我要租啊！樓上樓下加埋6個房，4個廁所，空間真係大到用唔晒啊！成屋全新裝修，寬敞又光猛啊！樓下呢個出租單位，而家市場收租可以幾千蚊1個月，即係幫你供樓啊，老闆！仲未講完，呢間屋有3個車位，一家人加埋朋友嚟都唔使爭位泊啊，爽啊！哇，間屋太大啦，好攰啊！呢間屋自住又得，收租又得，仲要有3車位。如果想買筍盤，記住揾我 Horace Wong。今集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